3月6號呢一趟西藏絕美桃花之旅，係我哋享樂假期2026年香港地區第一架包機飛西藏嘅旅行社。而呢次西藏之旅啦，有過百位老友記一齊出發，場面非常熱鬧壯觀嘅。一大早，我哋享樂假期嘅導遊就已經喺羅湖同深圳灣口岸等待咁多位老友記啦。我哋享樂假期嘅導遊咧，對每位老友記嘅服務每一處都係咁細緻貼心，令你喺旅行過程當中有乜嘢問題都可以放心交晒俾我哋。你哋去邊度啊？西藏。去西藏睇桃花啊！我哋去西藏啊！而家出發啦！享樂假期，一齊包機去西藏就係開心，全部都係自己人，同聲同氣啊！到達西藏之後，肯定要一齊影相留念啦！歡迎繼續關注支持我哋享樂假期，享受旅遊，一齊快樂！